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中国的电商是拖着真紧。讲今年的1月，平均的用户数排前10名的电商有7间，像这个小红书、淘宝网等等，拢有中资、有中国的背景。而且由腾讯出钱的虾皮，佮打败着美国的亚马逊，抢做冠军。I have a 佩佩猪 ，I have a IG， iPad。 虾皮有卖，快去买啊！创办创业影片，谁人注目？虾皮可出着社群营销，成功伫咧电商市场做出成绩，而且若伫咧台湾，伊一个月平均的用户数量，佮争做今年1月全球电商界第1名。早上好，我超开心的，我现在已经到迪士尼了，你看我后面这城堡。讲是中国版 IG 的小红书同款排着挺，佮前面去前10名。Sensor Tower 公布的排名显示，美商亚马逊已经排到第2名，包括中国拼多多机械天赋、淘宝网和阿里巴巴机械全球速卖通，全部拢有排着挺。而且虾皮母公司事业上大股东，过去也是中国的顶线。老早打背后嘛，中国企业出钱，等于电商前10名内底，有7名拢有中国的背景。国货出海，从起锚、扬帆到破界远航。中国的电商进军海外，和隔壁国的南韩先受影响。去年南韩来自中国伫尾金额一年增加6成，商品的件数成长嘛超过7成，主要是中国国内销量歹，所以才用增加计销卖予其他国家。不过，这中国商品无亲像南韩企业，爱开正百到1000万韩国票做安全的认证，而且定定袂防扣税，因为超4700到11块低票以下小金额入会，南韩现主是法律免关税。南韩商品变怎有法度甲中国比？当地政府还阁伫咧计划对策。不过，南韩有囡仔7头命制造商，生理是买家将产量补一半，关键嘛减到敢若剩7%。超过8成的中小企业拢面有面角，另外一边后面嘛同款是正操烦。Now we have privacy legislation. We have legislation on how to provide digital services. We also have legislation on how to behave in a market. 中国电商同款伫咧澳洲请红，后边当伫咧想办法加强监管。今年2月生效的数位服务法，会规范用户超过4500万的平台，阻止中国电商伤过强硬。境外企业用增加计销变成起，和其他国家市场根本做袂落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